腓利門書第一章，問候，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，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和妹子亞腓亞，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，以及在你家的教會，願因為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。腓利門的愛心和信心，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，常為你感謝我的神，因聽說你的愛心，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，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，大得安慰，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。保羅為阿尼西謀請求，我雖然靠着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，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，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，寧可憑着愛心求你，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謀求你。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，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。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，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侍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願意這樣行。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，乃是出於甘心。他暫時離開你，或者是叫你永遠得着他，不再是奴僕，乃是高過奴僕，是親愛的兄弟。在我實在是如此，何況在你呢？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，是按主說。你若以我為同伴，就收納他，如同收納我一樣。他若虧負你，或欠你什麼，都歸在我的賬上，我必償還。這是我保羅親不捨的。我並不用對你說，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。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，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得暢快。我寫信給你，深信你必順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所願的。此外，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，因為我盼望藉着你們的禱告，必蒙恩到你們那裡去。最後的問安，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，與我同工的馬可、亞里達古、底馬、路加也都問你安。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裡。阿門。靈修主題：饒恕與接納。經文重點：腓利門書第一章。保羅的問候。保羅自稱為囚犯，表達對腓利門的深厚情誼，並祝福他。這顯示出基督徒之間的關係應充滿愛與祝福。腓利門的信心。保羅讚美腓利門的信心和對聖徒的愛，強調他在教會中對其他信徒的積極影響。這提醒我們要在信仰中互相鼓勵，為雇工祈求。保羅提出要求，為徒奴雇工歐尼西姆祈求，這顯示出他對饒恕和接納的重視，並希望腓利門能用基督的愛來對待他。饒恕與重建關係。保羅希望腓利門能夠饒恕歐尼西姆，並接納他，這反映了基督的心腸，並提醒我們在信仰中要學會饒恕他人。保羅的信心。保羅以自己的身份為保證，呼籲腓利門要以愛心接納歐尼西姆，這展現了基督徒之間的互助與支持。結尾的祝福。保羅結束這封信時，以祝福和期望來鼓勵腓利門，展現了信仰的希望與愛。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教導我們饒恕與接納，求你幫助我們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愛，去接納和饒恕他人。行動：反思自己是否有需要饒恕的人，並尋求與他們和解的機會。願腓利門書第一章激勵我們在愛中相互接納，並活出基督的心腸。